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Carlos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5月28日星期二，有識之士 Carlos 生日快樂。10月28號發生嘅事係由香港著名創意品牌 All Rights Reserved 策劃及主辦全球首創維港海上大巡遊，破天荒匯聚風靡全球嘅 IP 同埋藝術家，帶嚟2大重點活動，一個就係有4個知名 IP 嘅角色會化身呢個巨型海上充氣雕塑，華麗亮相喺維港海面，更加組成史上最夢幻巡遊艦隊，喺維港沿住兩岸巡遊，穿梭呢個九龍同埋港島。另外喺呢個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都會有8日嘅巡遊市集，會有更加多嘅唔同 IP 俾大家互動體驗咁樣。然後呢，根據佢啲宣傳圖，個知名 IP 好似係一個係那夫婦，一個哆啦 A 夢，之後有麥當勞滑嘟嘟同埋有芝麻街咁樣，即係去巡喺海面嗰4隻。唔知有冇一隻係你鍾意嘅呢？定係全部都麻麻？你會想睇 Sanrio 嘅巡遊多啲，不過應該難啲。而家對 Carlos 嘅印象係，你係最關心俾有冇嘢食嘅人，因為呢，即係叫咩？有啲有識之士呢會有呢個開工收工 Super Chat 啦，有啲有識之士中意俾 Super Sticker 咁樣。你對你 Super Chat 俾嘅印象全部都係，例如手搖費、宵夜費、下午茶費之類呢啲，印象中好似即係雖然可能都係你返緊工得閒入嚟，或者係收咗工嘅時候俾，但記得除咗俾之外，有時就係講係嘢食相關咁樣。放心啦，全部俾都有拎去食好嘢。你最近都食咗甜品，食咗梳芙梨，不過賣相麻麻地，所以就冇特別影到相俾大家睇。不過係好食嘅，係咯。同埋對你嘅印象係，你今年出現得多咗，今年感覺上出現得比上年多咗。明明通常係啱啱睇冇耐，或者啱啱入會嘅時候睇得多啲，之後可能點樣慢慢變少，忙咗變少咁樣。但係你就調返轉，一開頭嘅時候好似少啲，到而家就係定期會見下咁樣，係咯。希望你唔會有頭痛問題啦。俾想講，本身呢，你話食完湯圓之後錄你嘅生日片，但係唔知點解食完湯圓之後俾突然間頭頸痛，所以走咗去床上面攤咗8個字9個字咁樣，之後而家先錄。Sorry 啊，俾知錯啦，俾會自行宣布聽日冇手搖飲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咗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，拜拜。